縱觀歷史，以色列人屢次背逆上帝，沉溺於偶像崇拜和其他令上帝不悅的行為。為此，上帝懲罰了他們。他們甚至被擄到巴比倫，聖殿，他們的敬拜之地也被摧毀。後來，上帝將他們從被擄之地解救出來，他們重建了聖殿。到了預定的時間，一位天使向童女瑪利亞顯現，告訴她將懷孕生子，並給她起名叫耶穌。他將要偉大，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。上帝將把他祖先大衛的王位賜給他，他將永遠統治以色列家，他的國度永無窮盡。耶穌降生於伯利恆，他騎着驢駒進入耶路撒冷。上帝差遣他的兒子來到世上，啟示耶穌就是應府的受膏者，希臘語為基督，希伯來語為美賽亞。耶穌向眾人宣講上帝的國度，並告訴當時的領袖，上帝的國度將不再足於他們，而是賜給那些列出國度果實的人。耶穌還預言，聖殿和耶路撒冷將在他們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被摧毀。那時，人們不再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，而是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，因為父尋找這樣的敬拜者。耶穌也醫治、餵飽、復活人，彰顯他勝過自然界的能力，並捨棄自己的生命，將人從罪和死亡的奴役中救贖出來。上帝使他升天，與世長存。耶穌說，神的國度將在地上擴展。他的信息會將人分為兩類：接受信息並改變的人，天國之子，以及拒絕信息的人，魔鬼之子。將來，耶穌會與天使一同降臨，將作惡的人逐出他的國度。只有義人才能留在神的國度，並有機會永遠活在地上。神的國度的擁護者愛神，愛天父，也愛他們的鄰舍。他們不偷盜，不欺騙，不殺人，過着給其道德的生活。他們不足於這個世界。對他們而言，只有耶穌是君王斜線統治者，是至高無上的導師。他們等候他與天使一同降臨。耶穌傳教導了哪些關於神國度的內容呢？請在此處支持該活動。